那是個悶熱的夏夜，安陽的空氣中浮動着青草被日光蒸騰後的颯味。體育場裡3萬人擠出的熱浪幾乎能把塑料座椅敲軟。周深穿着那件綴滿星鑽的煎青色長袍走到舞台邊緣時，我注意到他耳返的線在縫裡輕輕晃了一下，這個細節後來被無數人反覆咀嚼，成了某種預兆的注腳。他剛唱完《大魚》的最後一句，尾音旋在穹頂盤旋，忽然就側過頭，對着側幕條的方向眯起眼睛笑了。那個笑容很輕，像蜻蜓點水，但沙漠個手機屏幕同時亮了起來，熒光棒的光斑在夜色裡交織成一片搖曳的星海。他越了句雜魔，話筒把聲音傳得很遠，前排的姑娘突然尖叫起來，那聲波像石子投入湖心，一圈圈燙開，燙到看台最高處時已經變成了模糊的嗡鳴。我坐在第3排偏左的位置，能看清他額角細密的汗珠，能看見他無意識地用指尖摩挲話筒防粉罩的紋路，那個動作帶着某種即興創作前特有的躁動。後來回想起來，這畫虎就是所有神蹟降臨前最尋常的預演，像一個畫家在落筆前反覆擦拭調色盤的邊緣，又像一個劍客在出招前故意讓劍穗多轉半圈。安陽的夜風裹着豫北平原特有的乾燥氣息，穿過頂棚的縫隙，吹動了舞台背景幕布上繪製的青銅紋樣，那些饕餮紋在燈光下忽明忽暗，恍然間仿佛有殷商時期的編鐘聲從地底深處滲出來。周深突然把話筒從支架上拔了下來，那個動作乾脆利落，像從鞘中抽出一柄軟劍。導播的鏡頭慌忙切了個近景，我能看見他瞳孔裡倒映着滿場熒光棒的光點，像殺了一把碎星星。他說今晚風裡有股老家的味道，然後沒有給任何人反應的時間，喉嚨裡就滾出一串清亮亮的梆子腔，那聲調拔地而起，直零零地撞在體育場的鋼架裂扣上，撞出嗡嗡的回響。前排幾個舉着燈牌的老戲迷猛地站了起來，燈牌上周深2個字被他們舉得歪歪斜斜，有個白髮老先生甚至把老花鏡推到了額頭上，嘴巴張着半天合不攏。那幾句戲詞唱的是朝陽溝、李三寶的選段，但唱腔裡分明有着粵劇的婉轉和京劇的咬字，像是把黃河的水和長江的浪攪在一起潑了出去，潑得滿場觀眾先是一愣，繼而爆發出幾乎要把頂棚掀翻的叫好聲。可就在這震耳欲聾的喧囂裡，我聽見身後有個年輕女孩曳着同伴的袖子問：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吧？那句話像梅細針扎進了沸騰的油鍋，周圍的幾個人同時轉過頭去，有人點頭，有人搖頭，但每個人的眼睛裡都寫着同樣的困惑。太完整了，完整到每個氣口都卡在鑼鼓點的縫隙裡，完整到每個顫音都精準得像用尺子量過，這樣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即興？這種困惑像霧一樣彌漫開來的時候，周深正在唱第2句揮詞，他好像完全沒注意到貫中直上那種分裂的情緒，或者與他注意到了但根本不在意。他的左手開始不自覺地打起拍子，指尖扣在話筒柄上發出篤篤的輕響，那節奏忽快忽慢，完全隨着他呼吸的起伏在變化，這成了第一個打破排練月的破綻。如果真是提前準備好的節目，伴奏帶應該在某個固定的節點切入，燈光師應該收到明確的指令切換成揮曲專用的暖色調光，甚至舞美團隊應該推上來那把綴着流蘇的靠背椅，可是雜麼都沒有。大屏幕上旋在循環播放着上一首歌的星空特效，追光燈固執地咬住他右肩的位置，把他整個人照得半明半暗，左半邊臉浸在陰影裡，右半邊臉被光打得雪亮，那畫面簡直像敦煌壁畫裡走出來的飛天。有個做音樂總監的朋友後來在朋友圈發長文分析，粵那段揮腔的起承轉合裡至少有3個地方出現了微妙的偏移。第一個親家母的母字本該落在弓條上，他偏偏往語條畫了半分。第二個你坐下的坐字又比傳統唱法多佔了2拍半。這些細節若是排練過百遍的節目絕對不可能出現，因為肌肉記憶倍強迫每個音都回到固定的軌道上。可這些專業分析在現場傳不開，普通觀眾只能憑直覺判斷，而那直覺往往是錯的。人們更願意相信眼睛看見的完美，不願意相信耳朵聽見的破綻。
唱到第三句的時候，周深忽然把話筒換到了左手，右手蹦空做了個撩水袖的動作，那個手勢虛虛的，沒有水就甩出來的獵獵鳳聲。但看台上有個穿漢服的姑娘跟着做了同樣的動作，像鏡子內外互相映照的影像。這個瞬間被某個站者的長焦鏡頭捕捉到了，後來那張照片在超話裡瘋傳，配文寫着他即興的時候連空氣都在配合，可當時在現場更多人注意到的是他氣息的變化。唱戲最講究氣口，專業演員換氣時肩膀紋絲不動，可他唱到第四句末尾時明顯聳了一下右肩，話筒裡傳出一聲吸輕的吸氣聲，像是游泳的人在水下別久了猛地鑽出水面。這聲吸氣被音響放大了，通過環繞立體聲傳遍整個體育場，前排的樂手們互相交換了眼神，鼓手甚至停下了手裡轉鼓棒的把戲，所有人的身體都微微前傾，那種氛圍像實驗室裡圍觀一場未知的化學反應。而觀眾席上的分裂更加劇烈了，右邊區域開始有人跟着打拍子，左邊區域卻有人在刷手機查朝陽溝的原唱音頻，中間區域一個戴棒球帽的男生忽然站起來喊了句再來一段，那聲喊像導火索引爆了積壓的疑問，周圍立刻有7、8個人同時扭頭看他，眼神裡寫着你到底是哪邊的。即興表演進行到第5句時，音響系統突然出了個無傷大雅的故障，有聲道的混響莫名其妙加重了半拍，於是周深的聲音從左邊音箱裡衝出來時清亮得像山泉，從右邊音箱裡漫出來時卻蒙着一層毛茸茸的暖意，兩種音色在空中相撞，撞出某種奇異的立體感。他顯然察覺到了這個意外，因為唱到第6句揸兩個在學校時，他故意把學字拖長，讓左聲道的清亮先抵達觀眾的耳朵，右聲道的溫暖滯後片刻再追上來，那個時間差製造出類似山谷回音的錯覺。這成了第2個鐵證，任何提前錄好的伴奏帶都不可能配合突發的音響故障做出如此即時的調整，除非周深在耳返裡能預知未來。後嚟音響師在採訪裡承認，當時他冷汗都把調音台的推子浸濕了，正準備設備份通道，就看見周深側頭朝他眨了下眼，那個眼神分明在閱微視，我能接住。這種臨危不亂的即興反應，比任何完美的編排都更能說明問題，可觀眾的困惑反而加深了，因為大多數人聽不懂音響層面的門道，他們只能直觀地感受到那幾句戲詞在故障的加持下變得更好聽了，而這種更好聽恰恰違背了人們對即興表演的刻板印象。在普羅大眾的認知裡，即興就該是粗糙的、有瑕疵的，帶着某種生澀的真誠。可周深給的卻是打磨過的鑽石，這鑽石偏偏又是現場砸碎原石現磨出來的。當第7句堅決在農村幹他100年破空而出時，全場忽然安靜了那麼2秒鐘，那種安靜不是冷場，是暴雨嚟臨前空氣被抽走真空似的安靜，沙漠人同時屏住了呼吸，只有熒光棒旋在無意識地晃動。周深在這個寂靜的縫隙裡做了個誰也想不到的動作，他把話筒衝嘴邊移開，用肉爽對着空曠的體育場又重複了最後3個字，沒有擴音設備輔助的人聲細若游絲，但前排的人都越聽見了，那聲音像根蠶絲從舞台上飄下來，輕輕落在每個人的耳膜上。這個舉動徹底擊碎了提前準備的猜測，因為任何事先編排的節目都不會設計這種捨棄話筒的環節，音響團隊會瘋掉，導播會瘋掉，場館的聲學工程師更會瘋掉，那簡直是主動放棄自己最強大的武器。可他就是做了，做得雲淡風輕，像說書人突然醒目一拍收住所有聲響，留白處反而炸開更響亮的掌聲。我旁邊那個一直舉着手機錄像的大哥放下手臂，轉過頭對着空氣喃喃自語：他越這不對啊，這怎麼可能呢？他桑子是肉做的，又不是機器。這句話像暗號一樣啟動了周圍人的共鳴，大家忽然同時開始交流。有人越看見周深唱之前偷偷摸了下喉裂，那動作像在試探自己的桑子今天給不給面子。有人越注意到他開場前喝了半瓶溫水而不是潤喉茶，因為溫水開嗓最慢但最穩，更的合長時間即興。其實真正讓所有人信服的證據出現在第8句和第9句之間，周深忽然卡殼了，
就那麼短短的零點幾秒，他張嘴想唱第10句卻忘了詞，於是臨時把老房東3個字用哼鳴代替，哼出來的旋律順着粵劇的版式滑進了粵劇的過門，拐了個彎又穩穩落回邦子康的尾音裡。那個卡讀太真實了，真實到前排有個揮校的學生笑出了聲，那笑聲裡沒有嘲諷，只有驚喜，像看見一直高高在上的神仙突然打了個趔趄。周深自己也笑了，他笑着用左手捂住半張臉，指縫間露出的眼睛彎成月牙，話筒裡傳嚟他悶悶的笑聲，混着繼續哼唱的調子。那一刻他不再是舞台上掌控全場的歌者，而是村口槐樹下即引嚟一段的民間藝人，唱錯了就笑着糊弄過去，糊弄不過去就乾脆把創變成新的花樣。這個卡讀被16台攝像機從不同角度拍了下來，後來逐幀回放時能清楚看見他瞳孔在那一瞬間微微放大，喉裂上下滾動了一次，那是人類大腦在緊急調動記憶儲備時的生理反應，任何提前排練的表演都不配浪費這樣的真實。可離奇的是，現場3萬人裡至少有5000人當場就信了這是即興，另外25000人依然將信將疑，而將信將疑的那部分人恰恰是看直播的觀眾。通過高清信號傳輸的畫面太流暢了，那個卡讀被導播用快切鏡頭緩衝掉了，屏幕前的觀眾只看見一個近乎完美的戲曲串燒，所以他們更加堅信這是精心設計的彩蛋。事情的有趣之處在於，安陽本地戲曲頻道的記者在散場後堵住了周深，話筒墜到他面前時，他桑子船是啞的，那不是故意裝出來的，是剛才欲爽喊那3個字時用力過猛留下的後遺症。記者問他那段戲是即興船是提前準備的，他歪着頭想了想，越你們摸摸我後背的衣服。記者伸手一探，滿手都是濕漉漉的汗，那種衝你往外滲的透汗只有在高度緊張的狀態下才會出現，如果真是排練過百遍的節目，他的身體早就的應了那份從容。這個細節被寫成通稿發出去後，原本相信是即興的那部分觀眾找到了武器，他們開始逐幀分析視頻裡每個細微的不完美，比如第2句結束時氣息的微小波動，比如第5句因為音響故障導致的半拍延字，比如第9句唱錯詞後臨時改調子的生硬轉折。可另一部分觀眾更固執，他們說周深是專業歌手，就算即興也能做到近乎完美，這恰恰證明了他的實力。兩種觀點在微博上炒了3天3夜，超話李置頂的投票貼顯示，信與不信的比例始終僵持在4:6。直到第4天，有個做音頻修復的技術流粉絲放出了現場收音的原始波形圖，圖上清楚標注着3處明顯的呼吸立位和2處音準偏移。他用公式箭頭圈出那些不規則波動，配文寫着機器做不到這麼自然的瑕疵。可反對者立刻截圖反駁，越波形圖可以被偽造，越那些所謂的瑕疵可能是後期故意調出來的。爭論陷入了死循環，像兩條咬住尾巴的蛇。真正讓天平傾斜的是周深自己某次直播時隨口提起的往事。他月那天站在安陽的舞台上，風裏真的有麥秸燒過的味道，像小時候在外婆家灶台邊聞現的煙火氣，那股味道猛地把他誘回了某個夏夜。外婆在院子裏搖着蒲扇哼梆子戲，他在旁邊拿筷子敲碗圓打拍子。他月那段戲他從來沒有完整唱過，只是零碎記得外婆教的幾句。那天就着風裏的味道忽然傳想起來了，像藥匙插進鎖孔，咔嗒一聲就傳開了。他承認中間確實忘詞了，那個哼名是他臨時編的，編完自己都覺得好笑，因為哼出來的調子混進了貴州山歌的元素，把粵劇唱出了苗寨的味道。這番解釋出來，原本堅信是提前準備的人漸漸燒聲了，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邏輯去反駁一個忘詞後編山歌的人。如果真是精心設計的彩蛋，怎麼會允許山歌混進梆子腔？可仍有給少數人堅持陰謀論，越這是更高明的營銷手段，連忘記都是設計好的劇本。越周深的團隊太懂觀眾心理了，知道怎麼時候該完美，怎麼時候該露氣。這種聲音最終被淹沒在更大的討論裡，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即興的定義，是不是非得合合半半漏洞百出才算真誠？是不是完美就一定意味着虛假？
那個悶熱的夏夜過去很久之後，我偶然在 B 站查到一位戲曲老藝術家的訪談，老人家說周深那段戲唱得並不標準，梆子腔的硬朗被他唱軟了，粵劇的漸綿又被他唱硬了，可偏偏那股不倫不類的勁藝特別動人，因為你能聽見一個靈魂在別人的傳統裏尋找自己的根。這個評價讓我突然想通了所有爭論的正列所在。觀眾問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吧？表面是在質疑真實性，深層卻是在恐懼自己輕易交付的感動其實是被精心計算的產物，恐懼作為消費者的自己永遠在消費贗品。這種恐懼在流量時代被無限放大了，因為見慣了太多虛假的真實，見慣了真人秀裡的劇本眼淚，見慣了直播間的翻車劇本，見慣了所有意外都被包裝成意外。所以當真正的即興像流星劃過頭頂時，人們的第一反應是抬頭找那根看不見的鋼絲。這不能怪觀眾多疑，只能怪這個時代透支了太多信任。可周深用那段戲證明了另一件事，真正高級的即興恰恰是最難偽裝的，因為他要求表演者把自己的全部過往攤開來當燃料，外婆的蒲扇、貴州的山歌、豫北的晚風，少年時在琴房練到聲帶充血的凌晨，所有碎片在某個瞬間被靈感點燃，燒出來的火焰獨一無二，不可複製。你讓周深在第二天的鄭州演唱會上再來一遍，他絕對唱不出同樣的味道，因為鄭州的晚風裡沒有麥秸燒過的氣息，他的記憶若遲插不進另一個城市的鎖孔。這或苦就是答案本身。所謂的提前準備，若是包含了一生的積累，那每一秒即興都是提前準備了30年。若是特指昨晚排練聽你反覆打磨的走位和歌詞，那段揮確實未有絲毫預先排練的痕跡。兩種說法都對，又都不完全對，像是定諤的矛在罐中心理既死又活，直到舞台燈光暗下去的那刻才轟然坍縮成一種明悟。我們觀看的從來不只是聲音的物理震動，而是一個生命體在特定時空裡毫無保留的綻放。這種綻放是否提前準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實地發生在了沙漠雙眼睛的注視之下。如今回看那段充手機錄屏裡截取的模糊視頻，話自渣得連周深的臉都看不太清，但他欲爽喊出的最後3個字卻異常清晰，像刻進空氣裡的刀痕。那3個字衝舞台飄向看台的過程中雖減了太多能量，傳到後排時已經輕得像嘆息，可所有在場的人都發誓自己聽見了聲音穿越3萬人頭斬動的縫隙，聽見了物理規律在那一刻稍微重手。我們迷戀即興，本質上迷戀的是那種不可複製的臨場性，迷戀此刻此地的我與此刻此地的你之間脆弱的、潛向的、永不回頭的共鳴。而當我們追問這是提前準備好的吧時，其實是在請求對方撕開胸口，讓我們看看那顆心跳得是否真實。這種請求帶着點冒犯的可愛，也帶着消費時代賦予我們的狡猾。周深沒有直接回答，他只是把濕透的後背露給鏡頭看，讓汗水替他越話，讓卡頓替他越話，讓那個跑調的山歌替他越話。這些比任何口頭保證都更有力的證據，最終在時間的長河裡沉澱下來，變成這個短視頻時代一則溫和的預言。中立性發言，站在理性視角回溯整場爭論，我們或苦應當承認，提前準備與現場即興在頂級表演者的實戰中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周深那晚的戲曲段落，既包含着他數十年聲樂訓練積累的肌肉記憶與戲曲熏陶，也包含着面對突發靈感時的冒險選擇與臨場應變，兩者如水與膠融，硬要切割出清晰的邊界，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觀眾產生質疑的本質，源於當代文娛產業過度包裝導致信任赤字，人們習慣了所有意外都是劇本的觀看邏輯，反而對真正的職人喪失了辨識能力。這種警覺固然是媒介素養進步的體現，但若走向極端，將一切完美表演都預設為虛假，則會陷入懷疑主義的泥潭，反而傷害了那些真正忠於現場的藝術家。健康的觀賞生態應當建立在信任但穩撫存疑的平衡之上，既不必盲目崇拜所有舞台呈現，也不必用放大鏡苛責每個微小瑕疵。創作者與消費者之間最理想的關係，
是共同守護那個名為現場的脆弱泡泡。藝術家在裏面傾盡所有，觀眾在下面全情投入，哪怕明知泡泡終將破滅，也願意在破滅前那秒相信它映出的紅光。這份清醒的投入，或許才是吃瓜時代最珍貴的修養，也是我們用4000字反覆拆解一個7秒即興片段後，最終想要抵達的那片寧靜海岸。